音中八仙歌，杜甫写的这字音有啥物秘密无？咱来了解一下。这首诗是伫讲八位酒仙，所以这字音本来就是啉酒专用的哦。饮中八仙就是啉酒八仙。饮的古义甲甲骨文安尼写，拢有一甕酒，安尼这字饮是毋是啉酒专用的？是啊。欠其实毋是欠，只是照形，是喙巴开开，甲骨文就画甲真清楚啊。意思是面部直接吞咽落去。这字音白音读啉是有原因的，音就是下张口音声的音，大喙直接吞就是如，如毛饮血的如，如音切。这字读啉，啉水、啉茶、啉饮料，现代人已经把啉当作是通用字，已经毋知影杜甫所知影的饮是啉酒专用的，甚至有人写这种啉。这两字闽南语安怎读？无人读会出来吼，因为这毋是汉字，这是北方大音字。要好就是大声喊，虽然好势已经讲几千年啊，但是讲闽南语的人却也讲袂出来。无共语言的融合有困难无？